Just yesterday, we saw those conflicts play out when he refused to remove Paul Chang, a Liberal candidate who had said that a Canadian Conservative candidate should be turned over on a bounty to the Chinese government that wants to imprison or possibly even kill him because he is a political dissident. 震驚全加拿大，自由黨國會議員蔣振宇竟然呼籲綁架香港人去中領館。事後用1分鐘為你講解蔣振宇懸賞論事件。2025年3月28日，加拿大多間傳媒報導。Markham Unionville 選區自由黨國會議員蔣振宇竟然呼籲將保守黨候選人鄭敬基送往中國領事館，以換取100萬港元嘅懸賞金。消息一出，全國譁然。報道指蔣振宇早喺1月22日已經喺記者會上發表相關言論。點解最近先爆出嚟？原來係 TADC（A.K.A. 多倫多支持中國民運會）喺3月28日發出傳媒聲明，先令事件引爆。保守黨黨魁博勵治同埋新民主黨國會議員關惠貞先後公開批評，而加拿大本地同全球超過50個港人組織都共同譴責蔣振宇支持中國政府跨國鎮壓、干預選舉公平，並涉嫌違反外國干預及信息安全法同埋加拿大選舉法。然而，以卡尼為首嘅自由黨喺早前就發表聲明，話蔣振宇已經道歉咗，容許佢代表自由黨繼續參選。最終，蔣振宇喺3月31日深夜喺 X 發表聲明，宣布唔會競選連任。蔣振宇由2023年9月至2025年3月一直都係國會嘅移民委員會成員，佢點樣同香港人 shoulder to shoulder？ 相信呢2年移民政策嘅變化，大家都有目共睹。但係 Hong Kong Pathway 嘅延誤問題，會唔會因為佢退選就結束？佢所屬嘅自由黨有冇進一步交代？而跨國鎮壓同埋外國勢力干預選舉，又會點樣繼續威脅海外香港人嘅人身安全呢？呢啲問題大家都要繼續關注。蔣振宇落馬，但 IRCC 仍然對救生艇申請嘅延長工作簽證同埋永居申請持續拖延。我哋仲可以做啲咩呢？今個星期日4月6號，多倫多、溫哥華、卡加里將舉行香港人集會，關注 Hong Kong Pathway 延誤嘅問題，帶埋朋友一齊發聲啦！